李定国，我孙福既然已经落到了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，就随你吧。孙福，你做出这副视死如归的英雄模样，演给谁看的？我问你，我儿四星现在在哪儿？他是死是活？是不是你把他出卖给清廷，才换得了现在的顶戴花翎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李定国一世英雄，却是一个不明大事的糊涂人。你以为你儿子跟你一样愚忠吗？当初平西王攻入滇都，你为了护送永历帝逃离，不惜杀妻杀女，早就伤透了李将军的心。夫人，我欠你的，你兄一定生还。爹，你太冷血了！你居然杀了你结发20年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！李将军带着我等护送永历帝和皇后到达了你指定的地点，留下了所有的士兵和护卫与你接头，却带着我等几个心腹将领离开了。诸位都是与我李四星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，如今我已心灰意冷，再也不想替诸氏争夺这天下了。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。诸位，你们是想继续为诸氏卖命，或是回到老家与家人团聚，甚或是投靠清廷，都由诸位自行决定。现在，我李四星正式与大家别过，从此各奔东西吧。将军，将军，胡说！我不相信我的四星会就此离开我，就算他心里怨我恨我，他也不至于这么多年杳无音讯。一定是你早就把他给出卖了，那么他现在一定已经遭你的毒手了吧？我知道，今天就是我的死期。不过，我能偷着享这10几年的福，不亏了。总之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，就由你了。混蛋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如此嚣张？快说，李将军到底现在身在何处？好，我说。其实，李将军早就投靠清廷了，和我一样，改名换姓，不知躲在什么地方逍遥快活呢。住口！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挑拨离间！李定国，心虚了。其实你也知道，李将军对你杀妻灭女的冷血极为不满，他应该会报复于你的。想不到10几年过去了，你更加疯狂，竟然用你的亲生女儿假扮青楼女子色诱于我。莫生，你居然敢